美国政府宣布对位于中国和俄罗斯2家公司进行制裁。美国政府指控他们设计、支持朝鲜核武项目以及导弹计划。这2家公司分别位于中国的延边银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及设在俄罗斯的姊妹公司。在9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有关制裁政策的听证会上，新疆正在发生的人权危机也是议员关注的焦点之一。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参议员卢比奥和众议员史密斯周三再次致函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要求美国政府扩大对中国出口限制实体名单，包括中国政府和国家安全实体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任何协助中国政府或从中获益的有关企业。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联合国新上任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奇特莱之前表达了对中国当局压制新疆穆斯林情况的担忧。美国议员也呼吁美国政府制裁参与破坏新疆穆斯林的中国高层官员和制造监控设备的中国公司。对此，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权事务局9月13日以狡辩污蔑的态度表示，中国没有不公平地对待新疆穆斯林，中国政府在新疆大规模镇压穆斯林的举动对中国政府来说是正确的事情，不是虐待。9月14日，正义与发展党民族代表穆斯塔法表示，呼吁联合国人权权威机构应采取有力措施，尽快结束中共政府对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的破坏和欺压。中共政府对维吾尔人实施的镇压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呼吁联合国相关组织尽一切努力，早日结束迫害。韩东简报9月12日报道，今年年初，在被中共占领的东突厥斯坦，一名已是3个孩子父亲的阿迪里，被中共政府以私藏宗教极端视频硬盘为由抓捕，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中共政府打压伊斯兰教后，疯狂地对基督教采取了大规模的打压行动。中共当局继浙江之后，对北京、河南、安徽、成都等各地的教会采取了强行解散、关闭教堂、拆除十字架、烧毁圣经、取缔教会、强迫信徒放弃信仰。近日便有基督徒被要求签署不信仰基督教的承诺书。中共政府明确地表明，中国公民的信仰就是共产党，其他信仰都是违法行为。